来煞来看这个新北市长侯友宜接受到国民党的征调了后，无共款咯。进前的态度是真保守，即卖是针对着民进党执政的缺失，掠你一直攻击。再起侯友宜再度来痛骂着这诈骗集团结合的组织犯罪，伊点名民进党的政治人物使用诈骗集团提供的厝是真严重的代志，民进党敢毋免来检讨咧？尽管侯友宜提升着火力，但是联合报上新的民调，侯友宜的支持度煞颠倒来落降5%，输予民进党的赖清德。政治人物去使用诈骗集团的车子跟房子，这样不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吗？民进党不需要去做一个检讨吗？讲到诈骗集团，大家历年未甲变过。新北市长侯友宜得到国民党的提名了后，火力升级，一直批评执政党，严格说无反映伫咧民调的数字。根据联合报民调，民进党主席赖清德得到28%支持率，侯友宜敢若取得24%，和4月来比颠倒减5%。输予赖清德是4%，严格犹原是比民众党的郭文摕22%也搁较济。三个人拢差伫咧6%以内，三卡都的局势是愈来愈明显。柯跟郭其实都是我的朋友，其实我们大家有共同的理想，有共同的价值，我们大家一起同心齐力，守护我们的国家。国民党是一直咧促成，要互侯友宜伫咧9月份来访问美国，估计会参访智库、行政部门也有国会，传出党主席朱立伦有可能买对入去。有一些驻外的党的同仁很努力，在做很多的沟通协调，我们如何来跟所有的国际友人来对接，不单是美国，其他跟我们友善的国家，其实我们要多多交朋友。侯友宜对来家党对历年批评的力头，对外国家出访美国，要来报国际学分，全力来备战2024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